Hello， 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看我的頻道。話晒都100訂閱啦，應該都係本台一個重要嘅里程碑，仲要係聖誕期間。首先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意見。而為咗慶祝呢個特別的日子，今日亦即係2026年1月1日，都係一年嘅新開始，我就拍咗九巴100號線嘅縮時行記，希望大家鍾意。講返100號線嘅事，由九巴獨營，來往尖沙咀及銅鑼灣。九巴將此路線包裝成過海穿梭快線，以無限循環線形式行走，好似城巴嘅 S56同埋12A 咁。1995年12月1日開辦，1997年5月1日停辦。雖然此路線因收費廉宜而深受乘客歡迎，但由於沿途經常出現交通擠塞，令此路線嚴重脫班。運輸署認為西區海底隧道通車後，地鐵同埋海底隧道嘅巴士路線能應付人流，所以此路線於西隧通車後即日停辦。而今次係因為100訂閱，所以復刻呢條路線。今次復刻用車為 Volvo B8L 12.8米，車牌係 XB6118，車隊編號係 V6X27。廢入咗咁耐，即刻開始旅程啦！站在大院前，細心看看我的路，在下個車站到天后當然最好，但華麗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，背後會否還有他擁抱？在百德新街的愛侶，面上有種顧盼自豪，在台上任我唱，未必風光更好，人氣不過肥皂泡。即使有天開個唱，誰又要唱？他不可到現場，仍然仿似白活一場。不戀愛教我怎樣唱，幾多愛歌給我唱，還是勉強。台前如何發亮，難及給最愛在耳邊低聲溫柔地唱。白日夢飛翔，永不太遠太抽象，最後變天后變新娘都是理想。在時代的廣場，誰都總會有獎。我沒有歌迷，有他敬仰。在百德新街的愛侶，面上有種顧盼自豪，在台上任我唱，未必風光更好，人氣不過肥皂泡。即使有天開個唱，誰又要唱？他不可到現場，仍然仿似白活一場。不戀愛教我怎樣唱，幾多愛歌給我唱，還是勉強。台前如何發亮，難及給最愛在耳邊低聲溫柔地唱。給我唱，還是勉強。台前如何發亮，難及給最愛在耳邊低聲溫柔地唱。其實心裏最大理想，跟他歸家為他唱。兜完一個圈啦，返嚟尖沙咀。雖然呢條路線只係服務咗好短時間，但剛好數字都是100，啱啱好適合喺100訂閱嘅時候播出。呢條影片到時結束啦，再次多謝大家支持，
並祝大家新年快樂，多謝收看。